继续来看台南的大内区公所，特别邀请到网红甲在地作家来拍宣传片，帮忙来推销着在地山影。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台南大内山影无销，本来要办销售的产业活动嘛取消。为了提升知名度，区公所改用拍宣传片的方式来行销。因这个时阵拄好6、7月吼，6、7月是咱山影的盛产期啦吼，阮就利用这段期间吼来办一个芒果的一个推展。这影片区公所邀请网红甲在地出名的作家来介绍大内各项风土民情，搁进一步宣传在地物产，好游客会使更加了解大内这个所在。花甲男孩转少年的个作者吼杨富明吼，他也来帮忙代言阮大内的山影吼，希望阮大内的山影吼会当吼搁再提升阮的知名度吼。虽然无产业活动，嘛因为疫情关系，游客有较少，不过公所议员希望讲会使帮助农友拍开知名度，甲销售的通路，提升地方的经济甲收入。